應該係全網比較早過嚟分享呢個樓盤嘅博主啦。英聯喜湖苑東區當時備案最早嘅一個4.0住宅，以新加坡園林風格定位作為理念嘅一個第四代住宅。咁第四代住宅嘅優點係咩啊？得房率高啊嘛。咁呢個盤有咩優缺點？有點樣一個賣點亮點？阿豪一個視頻同各位朋友提前分享了解一下嚇。咁講翻起得房率問題嚇，得房率呢其實佢呢度比起龍湖啊、保利朗苑啦，佢嘅得房率唔算為一個優勢。雖然亦都有120%，但係佢嗰幾隻戶型呢全部只不過係做3房。但係我覺得又係一個令到我非常喜歡嘅一個樓盤。可能我自己住慣東區啊，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樓盤啊更適合東區本地嘅客戶群體考慮。講下基礎數據先，總共3棟樓，嗰邊嘅逸翠苑5BK 後邊孫文路旁邊嘅嗰一棟啊，呢一棟呢係175方2梯2戶嘅，成個樓盤就3個面積段嘅啫。中間呢一棟而家我企緊嘅位置係2棟，賣嘅係201方嚇，2梯2戶。另外再過嚟呢一個係316方，唔係1梯1戶，係1層1戶。後邊係綠韻花都同埋順富江南，即係呢塊地其實就係順富江南夾住之前一直冇開發啊，前面孫文路嗰塊地啦。而家唔到1年嘅時間，直接係建起咗3棟嘅第4代住宅，總共128戶。呢個係佢嘅優點，我覺得有啲朋友亦都係比較介意嘅缺點。如果你想要買一個大社區，好似對面嘅翠苑咁樣嘅嗰啲幾百畝嘅小區，可能呢度就唔係咁合適啊哈，因為佢128戶，佢嘅用地面積就係30-40畝嘅啫。買入嘅，我建議大家主要睇佢裏邊嘅空間格局。咁仲有其他數據呢？佢係3.35米嘅層高，佢仲要比陰陽啊嗰啲3.15米呢，佢嘅層高會更加高少少。另外一個特色就係佢嘅車位比啊，1:2.6啊，大佬。因為而家講真啦，我哋普遍家庭有2部小車打底㗎啦，1:2.6更好咁樣滿足我哋嘅用車需求。咁呢度呢，我覺得就比較適合地緣性嘅客戶考慮啦。如果你話住響老石溪啊，又或者西區啊、鎮區通勤上班嘅，呢個孫文路同埋逸翠苑嘅呢個辦法呢，就唔係咁合適啊哈。呢128套房更加瞄準嘅客戶呢，我個人認為就係逸翠苑想要改善一套大平層高得房率嘅，又或者附近嘅水雲軒啊、紫嶺國際啊，或者遠洋城過嚟嘅客戶群體比較更加合適去考慮選擇。咁裏邊嘅格局呢，同大家簡單咁樣講過啦。除咗啱先我哋睇到嘅咁大嘅陽台，呢個大客廳同埋大餐廳一覽無遺啊！咁廚房位，我覺得就唔算大客，10個方左右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廚房位唔夠大嘅，嗱睇睇呢度，佢仲有個全贈送嘅一個陽台嘅位置，咁你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再去改造一下。我就唔詳細講啦哈，根據自己嘅需求嚟 DIY 就係㗎啦。咁佢嘅交付標準呢，全屋都係一線嘅品牌啦。你睇下呢啲有木嘅地板、地磚等等啊，當然佢亦都係有全屋嘅新風系統等等啦哈，全部都係一線品牌。呢間住人房呢，我覺得佢都做得非常之正，哇，真係好正。嗱，同大家分享一下每一個角度。咁佢呢個200幾方又好，170幾方又好，或者係316方啊，佢設計都係得3間房嘅啫啊。咁如果有需要改4房嘅，都唔係話唔得啊哈！我先過好嗰幾間房嘅格局，再同大家講。嗱，出翻嚟入門口呢個位置，呢度係入戶嘅一個玄關位啊嘛。佢獨梯獨戶啊，電梯入戶。過咗呢個玄關位，呢度有2間房嘅位置之後，你呢度有需要嘅，咪做間大嘅住人房咯。呢個空間又好大㗎，呢個有成30個方㗎。所以我哋成日話睇得房率，與其我哋考慮嘅係買入嘅面積，不如睇一下實際俾到你嘅格局，適唔適合你自己嘅生活需求啊哈！呢間嘢隔3間房嗰度，唔係話2間房啊。咁再過嚟啊，其實可以睇得出佢嘅細節嘅。佢交付標準嘅細節，呢隻門已經係知道佢嘅交付細節感係滿滿嘅。呢個係一個柚木門啊！我喺中山睇咗咁多樓盤，我第一次見開發商捨得用柚木嘅，做字母門就好多，又或者嗰啲電子密碼鎖啊都有好多啊，但係真係做到咁高級。佢呢度有個鐘嚟嘅，反正就係高級。呢把鎖點都要大幾千蚊啊！哇！另外嗰2個樣板房呢，佢就未有開放。圖紙我係有嘅，有需要後台嚟揾我攞資料包等等啊哈。總嘅嚟講啊，我建議哈，
響東區住慣嘅朋友，想要揾一套比較純粹改善嘅大平層，呢個係我哋嘅一個買入考慮。預算方面哈，25000嘅均價，所以買170幾方嗰度呢，我計過應該370、380萬左右。買入啱先我呢套嘅要500萬左右，前邊嘅要去到700，即係話買入呢套房，我覺得你要對比考慮嘅就係你想唔想要去到海欣啊，或者係保利呢啲位置買入一套聯排別墅，定係響市中心考慮買入呢種大平層嘅一個區別。覺得後生仔呢可能會更加傾向買入呢種住宅哈。有需要嘅後台嚟揾我哈，我係阿豪，一個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，我專業專注中山嘅改善住宅、優質學區房、林森板塊嘅馬鞍島等等嘅優質區域。如果大家有需要嘅後台嚟揾我，我會根據你嘅實際買房需求，幫你詳細咁樣分析匹配合適你嘅好房。第一次過嚟亦都冇帶小蜜蜂，可能收音冇咁好，但係如果呢就係有啲細節上講得冇咁詳細哈，大家多多包涵。有任何疑問你揾我啦，仲有價格啊等等呢啲都係小事哈，價格係我最基礎嘅服務，唔使驚話揾我買房會買貴啊哈。好啦，講住咁多先啦，拜拜。